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文哥，欢迎大家来收看安尼个客家话团练的。今日呢是民国1811年的4月15号。今日当本暝的新闻啊，台湾的疫情啊，竟然确诊的人数超过1300以上诶，一定讲哦疫情的严重，大家尽量莫出去来看 YouTube 影片，来同阿文哥来分享客家话嘅练嘅，来同大家朗读一下。这练嘅呢，阿文哥朗读廿摆，因为几只版本各有4档错过吼。廿摆应该错嘅啦，来看一下哟。来，也会作枪声，也会作枪声，来会作望哦，来会作望哦。望哦拖拉车，望哦拖拉车，两只也斑斑落，也是同一种植物，是同一种可以吃的东西。是乜个东西呢？来看一下嘅解答吼，解答是乜个呢？竹笋啊，竹笋，竹笋是用来竹笋，竹笋后生的时节，迄件嫩嫩的时节咧，好食的竹笋，是黄色的竹壳啊。其老的时节啊，就变老的哈，就会生起来就变强势的竹笋，怎么讲竹强生啊？或者呢，两只牙就会斑斑老，就安尼意思哈。也就会今晡日呢，阿文哥同大家分享的客家话练的。按仔细大家嘅收看啊，希望台湾嘅疫情渐渐过去哦。喜欢阿文哥频道的朋友们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一起来为客家文化的传承来做努力。按仔细努力。